少年尖子混黑房，鐵鏈鎖到手拮爛，手上留低疤痕，但腳上嘅鐵鏈剪咗都除唔到，因為已經生到入肉。河南登封，阿桃嘅世界得返呢間房。品學兼優嘅佢，原本前途一片光明，父母一直以佢為榮。4年前突然收到高中老師嘅通知，話阿桃唔多妥，父母以為佢壓力大，唞下冇事，但佢都係神神化化。仲當街大小便，醫生話阿桃有精神病，屋企人用晒啲錢醫佢都醫唔好，仲惡化咗。有次仲打傷鄰居伯伯，父母唯有韞佢喺房，食同屙都喺入邊，但都俾佢走甩。條鏈食咗入阿桃啲肉，除嘅時候整傷，但冇錢醫。但媽媽前排拎舊時啲書俾佢睇，阿桃開始短暫清醒，同到屋企人傾兩句，又話想讀返書。雖然父母為咗照顧阿桃冇咗份工，生活艱難，但佢哋話一切都係值得。希望阿桃將來可以照顧到自己。